大家好，我係 Zack。咁我哋公司嘅名叫 Abest， 而我哋公司呢係一個新零售創業平台嚟嘅。喺未上課程之前呢，咁我對呢個融資嘅模式呢都係一知半解，唔係講好確實。過往嘅生意呢都係用自己嘅資金去投資去開拓生意嘅。咁上咗呢個課程之後呢，發覺到如果係有融資有足夠嘅資金開拓嘅生意呢，就唔會去損失個市場，而且呢就可以盡快去霸佔呢個市場。咁上完課之後呢，當然我哋而家目前嘅市值呢係600萬。咁我哋公司目前呢已經係成功融資咗45萬嘅。Kenny 老師呢真係非常之有耐心呢，去逐個字呢去調整我哋 PPT 所不但只係一個品牌嘅定位啦，跟住仲有市場嘅呢個策劃啦，同埋營銷嘅策略。可能係一個學生裏邊咧，我見到佢咧都有時候用1-2個小時咧去調整佢嘅 PPT， 呢一樣嘢係非常之珍貴嘅。當我哋成功融資咗45萬之後咧，咁我哋可以有機會咧同更加專業嘅人才去配合，同埋研發一啲更好嘅產品，同埋喺我哋公司嘅後端系統裏邊咧都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幫助。